講到食得健康，好多人都會覺得出街食飯味精多又多，有梗係自己買餸返屋企煮，甚至乎自己搓粉整點心、包餃子、蒸饅頭就最穩陣啦。但係你又知唔知？你以為最安全、日日擺入口嘅自家製麵食，分分鐘隱藏住極度嚴重嘅健康隱患。你以為買麵粉簡簡單單、白白淨淨就係好嘢？錯晒！你日日用嚟餵飽一家大細嗰包麵粉，分分鐘加咗大量化學嘢，正喺度慢慢侵蝕緊你同屋企人嘅健康。今日要同大家講嘅呢個話題，真係家家戶戶都息息相關，因為麵粉真係我哋廚房入邊絕對唔少得嘅必需品。事緣係咁嘅，上個禮拜我阿媽去街市買餸，見到有檔雜貨鋪啲麵粉做緊特價，貪平就買咗一大包返屋企。阿媽仲好開心，咁同我講：哇，你睇下呢包麵粉平靚正啊！啲粉雪白到反光咁滯，睇見都覺得乾淨衛生。結果呢，嗰晚阿媽就用呢包極品麵粉去發麵蒸饅頭，一出爐，全家人食咗一啖就即刻吐翻出嚟。啲饅頭完全冇平時嗰陣天然嘅麥香味，不特止，咬落去仲要黐辣辣，口感好似嚼緊一嚿發泡膠咁，成家人根本吞唔落肚，最後成籠饅頭唯有原籠倒落垃圾桶，真係見到都覺得嘥啊！我心諗事出必有因，於是我就影咗張麵粉嘅相，再打俾我一個開咗10幾年糧油雜貨鋪嘅親戚請教。我個親戚一聽我形容，再睇埋張相，即刻嘆咗口氣，爆咗個行內嘅大秘密俾我知。細侄，你阿媽買中伏啦！嗰啲麵粉十居其九都係加咗重手嘅增白劑同埋增精劑。出邊有3種麵粉，就算平到貼地送俾你，都千祈絕對唔好要。聽完親戚嘅詳細解釋，我真係嚇到出一身冷汗。原來有唔少黑心商人為咗令啲麵粉睇落去賣相更加靚、更加雪白，甚至為咗增加麵粉嗰種所謂嘅筋度同嚼勁，會無所不用其極咁喺麵粉入邊落仲料添加化學劑。呢啲化學嘢日積月累咁食落肚，對我哋嘅肝臟、腎臟，尤其是老人家同小朋友嘅身體，絕對係一種慢性傷害。為咗唔好俾大家繼續做水魚，仲要賠上全家人嘅健康，今日我就將我親戚傳授嘅揀麵粉3大避坑指南，毫無保留咁分享俾大家。大家一定要金睛火眼睇清楚，將複雜嘅化學原理化作最貼地嘅日常概念，教你由外到內識破劣質麵粉嘅真面目。第一種，絕對唔買顏色白到反光嘅麵粉。好多老一輩嘅長輩買麵粉都有一個根深蒂固嘅誤區，覺得麵粉越白就代表越乾淨越高級。其實呢個觀念係大錯特錯。我哋先嚟講下科學原理。真正由小麥磨出嚟嘅正常麵粉，即使經過好多次嘅精細加工同過濾，無可避免依然會保留住極微量嘅麩皮同埋小麥本身嘅天然色素。所以真正優質嘅天然麵粉，顏色絕對唔會係純白色，而係應該呈現一種淡淡嘅微黃色或者乳黃色，睇落去有一種溫潤自然嘅感覺。如果喺街市或者超市，你見到一包麵粉，啲顏色係死白、慘白，甚至白到好似一張全新嘅 A4 紙或者光管咁反晒光，咁你就要極度警惕啦。呢啲黑心商家咧，為咗迎合客人貪白貪靚嘅心理，會喺麵粉入邊瘋狂加入增白劑。增白劑顧名思義，就好似同啲麵粉做咗個化學漂白咁，將原本有營養嘅天然微黃色強行飄走，變成毫無生命力嘅死白。呢啲化學漂白成分食得越多，對人體嘅危害就越大。所以記住，麵粉絕對唔係越白越好。見到白到唔尋常嘅，即刻掉頭走。第二種，絕對唔買摸順手、滑到線手嘅麵粉。買麵粉除咗用眼睇，仲要識得用手去感受。第二個極易辨別嘅特質就係觸覺嘅衝擊。上面提到，真正天然嘅麵粉裏面一定會含有少量嘅小麥麩皮。
因為有呢啲天然植物纖維嘅存在，當你將手伸入去優質麵粉入邊，輕輕捽下，你嘅指尖會感覺到一種微微揩手、少少澀澀地嘅質感。呢種微小嘅摩擦力，正正就係小麥真材實料嘅鐵證。相反，如果你喺鋪頭或者街市試摸啲盛裝麵粉，一捽上手，順滑到不得了，絲滑到好似摸緊 BB 仔嘅爽身粉咁，甚至乎有一種跣手嘅感覺，咁你就大件事啦。糧油鋪親戚話：我知呢種極度反常嘅光滑感，極大機會係黑心商販喺麵粉入邊偷偷混入咗滑石粉或者過量嘅增精劑。咩係滑石粉？講得白啲，滑石粉根本就唔係食物，佢係一種工業用嘅礦物粉末，加落去，一嚟可以增加麵粉嘅重量，壓稱；二嚟可以令麵粉摸落去有一種虛假嘅高級細滑感。但係滑石粉係絕對唔可以大量食落肚嘅，人體根本冇法消化同分解呢啲礦物質，長期攝入會嚴重損害我哋嘅腸胃同內臟系統。所以記住，摸落去滑到似爽身粉嘅麵粉，隨時攞你命，千祈唔好買。第三種絕對唔買，聞落毫無麥香甚至有怪味嘅麵粉。過咗視覺同觸覺兩關，最後亦係最重要嘅一關，就係嗅覺。優質嘅新鮮麵粉，只要你將個鼻湊近輕輕一聞，就會聞到一股非常清淡天然嘅小麥香氣。嗰種味道會令你聯想起新鮮出爐嘅麵包或者陽光曬過嘅農田，令人覺得好舒服，好有食慾。但係如果你聞落去，發現包麵粉竟然乜味都冇，完全聞唔到任何糧食應有嘅香氣，咁就證明佢可能已經擺咗極之耐，啲天然香氣已經揮發晒，又或者係因為加咗太多化學增白劑，將麵粉原本嘅麥香味徹底破壞同掩蓋咗。更恐怖嘅情況係，如果你聞到一股硬味、酸縮味，甚至乎係發毛嘅臭味，咁就連考慮都唔使考慮㗎。麵粉本身非常容易吸濕，如果存放嘅時間太耐，或者糧油鋪嘅貨倉環境唔夠通風，太過潮濕，麵粉就會喺神不知鬼不覺之間受潮發毛。呢啲發毛嘅麵粉入面已經滋生咗無數嘅霉菌同毒素，食咗呢啲變質麵粉整出嚟嘅嘢食，輕則肚痛屙嘔，重則食物中毒。所以記住，聞落冇麥香，甚至有霉宿味嘅麵粉，白送都唔好拎翻屋企。聽完大家係咪覺得好彷徨，唔知點揀好？唔使驚，只要大家記實以下呢套正確挑選法則，就可以輕易避開所有陷阱，保障全家健康。認住微黃色，真正靚嘅麵粉顏色應該係溫潤嘅淡黃色或者乳白色，絕對唔係刺眼嘅慘白色。認住微揩手，用手指輕輕捽，要有少少摩擦感同澀澀地嘅感覺，證明有天然麩皮存在。千祈唔好揀滑到似爽身粉嗰啲。認住天然麥香，湊近聞，要有淡淡嘅穀物清香，絕對唔可以有任何化學味、去味或者霉味。除此之外，如果大家買包裝麵粉，一定要養成睇包裝標籤嘅好習慣，盡量去有信譽嘅大型超級市場或者相熟可靠嘅老字號糧油鋪買，睇清楚生產日期同保質期，留意成分表，越簡單越好。只有小麥或者小麥粉就最理想。見到有一大堆水蛇春咁長，你連讀都讀唔出嘅化學名詞，就最好放翻低啦。麵粉呢樣嘢真係我哋屋企廚房入邊最唔起眼，但又最不可或缺嘅食材。由早餐嘅包點、晏晝嘅麵條到夜晚包嘅水餃，家家戶戶日日都會食落肚。正正因為佢係我哋嘅主食，日日食、餐餐食，我哋就更加唔可以貪平貪靚而掉以輕心。買錯咗劣質麵粉，蒸出嚟啲嘢食黐立立難食都算係小事。最慘嘅係不知不覺間將啲增白劑、滑石粉、霉菌毒素食晒落肚，對屋企嘅長輩同發育緊嘅小朋友造成無可挽回嘅健康損害，到時真係後悔都嚟唔切。各位朋友，為咗屋企人嘅健康着想，千祈要反覆叮囑屋企負責買餸嘅長輩、阿媽、
奶奶。下次去街市買麵粉，一定要帶眼識人，用呢3招驗清楚。寧願俾多幾蚊買包有質素保證嘅靚麵粉，都絕對唔好買嗰啲白到反光、滑到線手嘅化學毒粉。健康從來都係無價嘅，我哋下次再同大家拆解更多飲食健康資訊。